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记下卷13章37节到14章24节，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当满足谁？说话或是做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话术，也就是说，说话的背后另外有一种更深的意涵，或是有它的目的，或者是说听起来并不像字面上原来的意思，而是有带风向的比较负面的这种言辞，或是它的意思。很多人说话喜欢带保证，比如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啦，不然我就会怎样哈。那相信有大部分的人都有同样的经验，就是说，当我们出门游玩，特别是在山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路边在卖这个蜂蜜。都会写那种大大的标题，写说不准砍头。同样的，很多人做一件事情，他都带保证好像说只有他说的是正确的，只有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但是牧师认为，如果一个真实信实的人，值得信赖的人，他不需要做这样的保证，不需要说那么多的话。如果蜂蜜纯正，就不需要这样带保证，他就卖你纯正的蜂蜜，以后我们就会去找他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在贴了这种不纯砍头的商店买了品质不良的这个蜂蜜，回去找老板的时候，老板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他说我抓一只蜜蜂砍头给你看，因为它的蜂蜜不纯正。像这种保证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的啦写那一句话的目的，老板只不过是为了让你信任他，多多销售他的不太纯正的蜂蜜而已。大卫的儿子押沙龙说是为了他的妹妹的清白，可是他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怒气，然后呢，利用了其他的兄弟们，杀了那一位侮辱了他的妹妹他玛的暗嫩。这个是为了满足自己。约沙和提哥雅的妇女，他们做事情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希望大卫王能够原谅造成兄弟之间厮杀的这个押沙龙。后来大卫接受了，所以因此呢，约押就按照大卫王的命令，将杀死暗嫩而流亡寄宿3年的押沙龙带回了耶路撒冷。可是约押他们完成了计划之后，我们却看到押沙龙他继续为了满足自己，他计谋来篡王位的这个企图心。保罗在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他说不要求满足自己。这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很困难的提醒。如同我们前几天也提到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是为了基督而做，不是要为了自己而做。不要求满足自己，而是为了要满足上帝，满足那些需要的人，然后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外邦的救恩。我们提到说，那一些知道并且已经领受救恩的人，应当将这个救恩愿意分享给这个所谓的外邦人，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而不是阻挡，也不是歧视。保罗说，我们的信心坚强的人呢，应该要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
分担他们的重担，不求满足自己。我们每个人要为其他的信徒的益处来着想，来建立共同信心的生活。因为基督并不求满足自己，倒是像圣经所说的，这个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已经落在我身上了。圣经里面的话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目的是为要我们能够借着忍耐和圣经所给予我们的鼓励获得希望。愿那位赐忍耐和鼓励的上帝帮助你们有同样的见解，学习基督耶稣的榜样，好使大家在一起同声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这做得到吗？其实是有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啦可是呢，虽然是困难，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本质。这与一般社会在教导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完全不同的生命品质跟内涵。如同马太福音25章耶稣基督的教导，在经文里面他说，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个最小的就是信心软弱的，就是需要关心的，是缺乏救恩的这些人们。基督徒如果不愿意这样子来分享，不愿意去分享上帝的爱、基督的爱，这样的救恩，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就像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因为怎么样，我们活不出那个美好的见证。最近东京的奥运非常的红大家都喜欢看特别是今年台湾拿下了有史以来最多奖牌的这一次那有一位我们台湾国家代表队的女子体操选手18岁的丁华田，她首次登上这个奥运的盛会，51年来我们台湾第一次有女子体操的这个选手代表能够参赛。当然她很被看好，她从5岁开始学习体操，凭借着对体操的热爱，这种的意志力跟不间断的练习，然后持续为了自己体操的路来锻炼，奠定了我们所谓的起飞的能量，可以站上今年举行的2020年的这个体育界的最高殿堂的这个平衡木上面。当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这样子微笑的回答说，我不会紧张我只会祷告，将平衡木上面的1分半钟献给上帝。对于一位选手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舞台奥运会上面，是人生最大的荣耀。可是我们在丁华田的身上看到，他是一位谦卑，愿意将荣耀献给上帝的人。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成为后进最大的帮助的一个鼓励跟这个帮助的一个来源因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正符合了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个教导。今天仍然在提醒我们，不要只追求满足自己，要成为那一位能够荣神益人、有见证的基督徒。